罗里社区为纪念郑成功登陆，历经3档的筹备，结合台港国家公园，已经是经民间企业伫北山尾罗里社区头前的好望角公园设立郑成功登陆纪念碑。5日伫现场贵宾见证之下，做伙来揭幕。揭开国姓爷曾成功登陆台南区的足迹，这是历史性的一刻，请我们各位揭幕官合影留念。世界联合国在追求的这个讲永续发展目标，其中上重要、最重要的2点啦。这个就是生态会当多样化、物种多样化，这个是文化会当多元化，唔通对这个文化甲对一个价值，对一个大，对一个较小，对一个较好，文化无就较好较歹啦。郑成功登陆纪念碑的揭碑仪式，是我个人在文化史上的一个使命，也是一个任务，终于完成了，为郑成功立碑。民政局副局长吴明熙也代表市长黄伟摕来致意。历史当然要详实的记录那文化就是要好好的保存我们台南之所以能够成为直辖市就是因为我们是因为文化古都也是我们2位前任的县市长能够争取到台南市升格为直辖市，所以文化一定要好好来保存。赞助单位之一的明星公司总经理胡耀仁表示，北山尾有着真著名的历史记录，每一届罗里社区办登陆活动，伊拢会参加。这次立碑的活动，更感觉到真有意义。如果社区这个地方是这么有历史的事情，这么有历史的一些记录在这里，然后所以每次这边办的一些登陆活动，我也来参加。然后蔡理事长告诉我说，有这么登陆400年的这个活动的时候，有这个立碑这么好的一个有意义的东西，可以把我们的历史留下来。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大概都不太懂这一块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活动。这场活动其实传承的是台湾的一个历史文化，很多人都不知道，就是说台湾关于像妈祖的文化，也是起源于郑成功那时候嘞，从这个湄洲引请我们的妈祖上他的成功战舰，庇佑他能够安然的横渡这个黑水沟。然后呢，勇闯黑水沟才可以有今天我们台湾汉人的第一个政权。罗里社区发展协会创会理事长蔡登进讲，郑成功登陆纪念碑以及北山尾真实图片，会当结合罗里门烟花，将台港的历史景点、人文、生态、宗教一呈现，行销台港乡民文化，促进罗里门的观光人潮。希望这个新地标会当成为台港北山尾罗里门的新景点。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